我们来到这个世贸商场啊，有一个小小的艺术展啊，这个闽南妖兽哦，它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台语的音啊，它就把它画成一个图案呐钦差公公啊，像这个的谐音呐，这个孔看嘛，这个在我们那边现在也比较少人在讲了啊。烟刀锅这个也比较少哈，剃头这个还有啊，魔法刀这个常常在用啊，动尾雕这个有他们的音调在里面哦，像这个画虎兰大家也是常常在用啊，龙榴莲，大家的口音不太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啊，拍拍照啊哈，这是为这位先生制作的有些图案都蛮有意思的像这个尾仙Yuki 水杂木这个有些字我们都不会写林北虾米蛙哥恰北北山小这个大家常常看到笑一笑好。